2当前，新竹县竹北一个建案因为施工造成路基落空，一台电动车甚至是直接落入去坑内底。建案边仔的社区嘛受到影响。官府是要求建商连面停工，而且要提出完整的损害赔偿方案了后，才会同意复工。不过最近，官府向宣布原则上同意复工，引起社区的居民不满，表示讲双方协商根本是还未完成。2年前，新竹县竹北地区这个建案因为乌地下室造成建案附近道路崩塌，一台车直接落入去坑内面，画面看起来真恐怖，也影响到建案边的社区居民。建案停工一冬外了后，即马县府讲原则上同意复工，引起社区居民不满。过去县长跟前处长其实有把零损的协商纳入我们复工的条件之一，真的延宕太久了，所以我们诉求就是县府一定要帮我们把关，尽量要求建商尽快的跟附近的住户进行那个零损的协商。新竹县政府强调，针对损害赔偿，建商有提出1亿担保金放伫县府，会要求建商先甲受灾户和解，未来完工再当摕到即照。零损和解完成的时间要在取得使用执照前，而目前是复工的阶段，也还在整个施工的一个期程当中。其实离取得使用执照的时间还有好几年的时间，那县府一定会依法来要求跟监督丰益建设来妥为处理零损的问题。第二，目前丰益建设已经有针对社区来提出修复的部分来进行派工的一个处理，修复完成者已经也签署相关的一个派工或者是修缮服务的一个文件。县府表示，未来会继续监督施工单位，确保施工安全以及周边环境维护。目前只是复工阶段，县府一定会依法要求建商用早完成赔偿。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